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粤美中华首轮汇演新雷组第3、第4场的精彩实况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将继续给您介绍新雷组首轮汇演第5、第6场。究竟哪些粤剧新秀能从中脱颖而出，成功晋级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新雷组首轮汇演第5场的评委是著名戏剧导演孙洪江、粤剧名家黄美菊、粤剧名家张小军。除了评委的现场亮灯外，观众还可以在网上为喜爱的选手点赞，点赞数多的选手可以获得淘汰豁免权。想当年，虎牢关前女强啼，吕奉先渐渐翻飞帝君勇，仗义得长把丑毛扶身体，关云长青龙偃月称骑兵，本将转得心自起，乐园得手提双剑，射程中只见他3层，3层围成同影城，我4层，我4层叫杀一出乱纷纷呐！胡八为何错人转，又怎不曾杀到射落亡魂？毫发无声归连营，从此后接近争，接近争呐！此事间传家话，吕文后单枪匹马，虎牢关前，虎牢关前。转山云啊，
亲不成家，出身家财春泥，人生刚我父亲才是从大世家，母亲自家也勤劳，养我童年太宝贝，家生活虽平凡到也我滔滔。我心好情多长久，生我天灾请可报，先是父亲的疾病，父亲已是去世早，母亲悲伤已成结疤，人子也放了，留下我7岁伶仃女，父亲无家父曾养，邻居可怜路人笑，错账替我把夫家找，可怜我7岁被美成了童养媳，从此把童美梦抛，上配公婆，下配夫，生活的重担我虽然的上肩挑，那是我父才3岁，我是关起关空关死了，寒心心盼月亮，终于盼到丈夫长大了，谁想到丈夫他一岁好言都真情好，去兰州度假表，我是好言相劝一句他是劝得走天不相了，我是当我牙齿往肚里咽，流泪到不行，这一切我都承认了谁想到他有才会面把烧，谁知道丈夫中途生，他一命无辜
愧，我与他萍水相逢，几曾婚啊姻，夫妻相爱2年整，不管他每里苦斗到3更，那王魁上京把事营，一人与王魁同到圣间，把事明明，十指房生死我不与他共鸣啊，谁知晓此生之年不知心。那王魁他中了状元，就放了本，他经过定期再去许走心啊生。把两名子一封信啊，等我上天福禄，这地府啊门，这等非信则深深公愤，王生子这应是曾与我归隐，把
费心海，还有什么夫妻的心？我不过冤家是爱谁？135号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骆一萌，140号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涂可依，141号来自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杨佳怡，142号来自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周怡，143号来自舟山市艺术剧院的梅丽瑞和145号来自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陈波。由于只有2位评委亮灯，进入了待定区。136号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吴芬芬和146号来自宁波市小百花粤剧团有限公司的倪佳玉，由于没有或者只有1个评委亮灯，遗憾离开了本次汇演舞台。本场网络人气排名第1的是141号选手杨佳怡，由于她已经待定，所以淘汰豁免权作废。今天晚上很幸福，我们又看了12位选手的比赛，然后呢，非常幸福的发现，真的又发现了很多好的苗子，但是今天晚上呢，好的我也不说了，说点小小的意见，
今天晚上12位选手呢，我看，选的戏呢都其实难度都挺大的，特别都是边做边唱啊，表演又很累的那些，选了这么一些戏，大部分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也从中呢有一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，是什么问题呢？主要是唱腔。唱到后来都显得气息就慢慢的就不足，然后呢就气跟不上了，那么变得情绪也不饱满了，影响了整个人物的塑造。刚才张晓军老师也说了，我非常赞同他的一些观点。的的确确有几个演员条件非常好，潜质也非常好，但是就是因为前半段可能听起来唱腔还比较稳，到后半段有些就有点气息也不稳了。然后表演呢也跟不上了有这些问题，但是呢也有几个演员呢还是非常不错，比如那个小燕啊，包括那个三盖一啊，我觉得有一些演员还是看出了他们的那个人物的这种把握啊，还有那个像那个三盖一，我觉得他的演唱还是比较成熟的。今天的几个戏啊，小燕、沙嫂、杨告、回18、出塞、跌雪，基本上都是编舞、编唱的那种样式，所以就提出一个很新的问题，也不是新问题，实际上也是个老问题：怎么样解决编唱编舞、大唱加大舞的那种基本功？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。有的地方我听得很难受，因为他自己上气不接下气，对，在唱，所以我们底下看也看得很累。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新雷组首轮汇演第6场的评委是著名粤剧作曲陈国良、粤剧名家孙志军、粤剧名家蔡浙飞。除了评委的现场亮灯外，观众还可以在网上为喜爱的选手点赞，点赞数多的选手可以获得淘汰豁免权。
远方静忆，心悲怆，十里城，此彩我胸膛。
两小我才共争你，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，空洞西厢采花人。宝玉是泼妇讨心，真心太呀，妹妹你心里早有你看不厌。到如今夫人恐怕心想托拉，可怜我伤心不过梨花人。曾记得怡红院藏了北门讲你是十步安心也不眠。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藏想念，好容易攀到同房花作艳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情，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宝鸡家原来你配比是我配平，实指望怕头能将恩红，哎呀，谁知晓今晨你黄土笼中托是都醉了。三千敷衍，月心思
为什么家的重担压上肩，一颗心从未真正打开过？为什么虽然家有事，虽苦痛，抛撇家与君儿，父母归宿，同情人放的放啊，走的走，一家是败的败，破的破，破的破。谁有真死了的心头受天长，那酸酸绵绵滚滚烫的半根缠着一团火，为父亲终不悔，痛的是啊，心愿亏欠148号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范莹，152号来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盛艺磊，157号来自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于庆庆，和158号来自浙江粤剧团的陈一。由于只有2位评委亮灯，进入了待定区。149号来自宁波市小百花粤剧团有限公司的吴月祥。150号来自南京市粤剧团有限公司的厉晨烨，151号来自南通艺术剧院的吴李丽，和153号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蔡修辉。由于没有或只有1位评委亮灯，遗憾离开了本次汇演舞台。本场网络人气排名第1的是156号张杨凯南，由于他已经成功晋级，所以淘汰豁免权作废。那么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呢，
我也非常高兴。为什么啊？因为这次质量比较好，啊，那个特别是有几位演员，我看了非常感动，能够让这个一个普通的观众，尤其像我这种，不太容易激动的人，也看得非常激动。我觉得就是这些青年演员通过粤美中华，也是给他们一个平台，让他们有展示自己、锻炼自己的这个平台。我觉得就是不光是演，就是也是互相学习、互相交流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是参赛的演员就是还是要继续努力、继续加油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那么特别想对就是待定的没有通过的演员说，其实你们都很棒。对，你们棒的同时，因为比赛是残忍的。你们棒的同时，因为有可能比你们更全面的一些的，所以我们这些评委老师很不忍心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能让你们待定或者不通过了。所以我想说，希望你们不要歇气，一定要继续加油努力，坚持自己的信念。希望回去以后加强你们的基本功的训练，积累更多的舞台经验。我想在你们今后的努力中，肯定会有你们绽放的一天。在下周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次粤美中华首轮汇演新雷组第7、第8场的精彩实况。下周同一时间，不见不散。